而家我哋嚟到海牙呢個地方，今日天氣好好。咁我後邊呢，就係我哋畫廊嘅正門，我哋不如一齊入去睇下好嗎？好。我哋去睇展覽。好啊，Loretta，我想問下咧，我哋係成立咗幾耐啊？我哋都成立咗今年第5年。咁我哋喺21年嘅時候就喺捷克布拉格成立嘅。咁我見咧喺你之前喺我布拉格嗰度嘅作品展出嘅時候，都係同香港人有關嘅喎，係咪啊？係，因為我哋初頭去做呢一個即係藝術中心嘅時候，其實就係有一個捷克人嘅 foundation 喺背後，即係佢哋本身都係因為 Velvet Revolution 即係絲鵝絨革命嘅時候，一班嘅當時嘅後生仔而家都70幾歲咁樣樣，咁佢哋就話都好知道香港人嘅情況，即係喺2019開始佢哋都有好留意香港嘅情況，咁佢哋就話如果我哋想都有一個屬於香港人嘅地方，好似佢哋有一個捷克人地方，或者佢哋都有幫到actually 西藏人去有自己嘅即係藝術中心咁樣樣，咁所以最後我哋就自己成立咗一個咁樣樣嘅地方。咁喺荷蘭嚟講，有呢啲香港人主題嘅空間多唔多㗎？冇㗎。咁Loretta，我想問點解喺歐洲呢邊喺海牙呢度做一個有香港人議題嘅畫廊係重要呢？我自己覺得好重要嘅，因為2019之後到而家啦，其實今時今日都仲有好多人係離開緊香港，即係以我所知，我都真係仲有一啲身邊嘅朋友都仲係走緊，咁所以其實離開咗香港嘅人太多，咁我即係當然歐美加。咁其實歐洲都係一個地點，然後我覺得荷蘭應該就係最多香港人由1970年代已經開始過嚟呢度，咁所以點解我哋會將我哋個畫廊由捷克移師過嚟荷蘭，都某程度上有呢個原因。好似以往我哋有做過，好似西藏人啊、台灣人啊等等好多唔同嘅人同埋群體都有喺度做過展覽嘅。係喎，我知道上一次你同啲西藏人做一個crossover 嘅時候，仲請到李察基爾嚟添喎。係啊，咁李察基爾自己其實佢都有好多年係 support 即係西藏人嘅運動啦。咁所以因為上年係達賴喇嘛嘅90歲生日，即係其實今年全年都係即係上年到今年呢個 Compassion Year。咁所以我哋就好有幸咁樣樣，我就親身同佢真人對話。咁其實佢真係一個好 sweet 嘅，亦都仲係好有型嘅老人家嚟嘅。點解今次你會帶呢一個展覽過嚟海牙？即係嗰個名就係抵抗嘅傳說、預言與神話。個名咁 epic 史詩式咁樣樣，究竟係咩嚟？因為我覺得香港人2019嘅時候抗爭真係好有一種史詩式同埋神話嘅感覺㗎。即係而家諗翻，尤其是而家2026年啦，香港真係一啲遊行示威都冇啦。咁因為國安法同埋23條，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用藝術去好好把呢段歷史保存住咧，係好有意思嘅。再加上我而家就住喺台灣啦，台灣其實周圍都好多廟嘅，咁亦都係面對緊中共嘅威脅啦，軍事上面嘅威脅。咁所以我就想將呢啲宗教同埋軍事同埋即係人民反抗嘅記錄咧，即係加埋一齊，所以就變咗今次呢個主題咯。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就係今次過到嚟見到好多唔同嘅觀眾啦，其實即係又有香港人啦，或者有當地人啦。你覺得最有趣嘅 encounter， 你見到一個點樣嘅人，然後同咗你講啲咩嘢，然後你覺得咦都有影響嘅喎呢個展覽？其實最震撼嘅咧就係我喺度竟然可以見翻我一啲喺香港嘅學生，即係好多10年前教過嘅咧。咁佢哋見到我都好感動，即係咁另外一啲就係會見到呢度嘅觀眾，佢哋會
因為喺海牙咧係好出名讀呢個國際法律嘅。咁佢哋對亞洲嘅國際法律啊，同埋即係香港嘅所謂淪陷咧，其實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多啲咯。咁我見到咁多人其實都冇忘記到，亦都繼續係即係研究緊。咁而喺香港嘅時候就即係提都唔可以提。咁我覺得呢個對比實在好令人哋震撼咯。咦，Casey，我又想問一問你啊，即係呢一度其實有好多個人頭仔咁樣放咗喺度，咁上面有啲唔同嘅道具啦，咁亦都旁邊係有幅相喺度嘅，可唔可以講下呢一 set 作品係咩嚟？呢一 set 作品其實就係2019年我上街cosplay， 即係偽裝唔同人物嘅一啲道具咯，例如呢個係摩西咁又有鬍鬚啊，又有即係呢個權杖啊咁樣。咁呢啲作品就喺而家嚟睇就好似好好笑啦。其實當時嘅時候咧其實都好笑嘅，不過就當時嘅時候嘅情況就好緊張，因為即係警察又開催淚彈啊，又有黑社會啊打人啊咁樣。咁所以而家睇嚟落去咧，呢啲作品就已經變成咗一種好似係呢個用藝術嘅方式去記錄翻一個社會事件咁嘅情況咯。因為佢哋唔係淨係一個即係好似幻想出嚟世界嘅嘢，而係真係參與過2019嘅反送中運動。咁除咗呢個展覽之外，其實你有響Leiden University 喺萊頓大學嗰度講一個 talk 咁樣嘅，即係都係早一兩日。我都想問下你，即係響個 talk 裏面，你覺得即係有冇一啲位置你覺得其他人都好有共鳴，因為佢哋唔一定係香港人嚟㗎嘛，佢哋有好多 international 嘅 student。咁嗰個共鳴喺邊度咧？我覺得係當我哋面對困難逆境嘅時候，要賦予希望咯。譬如我記得講 talk 嘅時候，講到話我扮摩西，跟住啲警察嚟，我哋大家都一齊撤退，跟住後面有啲着黑衫嘅年青男女追住我，要我祝福佢哋，希望佢哋可以成功逃脫。其實我自己都喺度走緊嘅，不過即係都好驚。咁不過即係佢亦都知道我係假嘅摩西啦。咁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去祝福佢哋嘅時候，即刻好似大家都賦予咗一啲力量咁，即刻有希望咗。咁啲觀眾聽到之後都，我覺得佢哋都有啲會心微笑，有啲感覺咯。咦，我見到你呢個黑膠唱盤機，即係呢一個作品就係叫西洋鏡系列啦。咁亦都上面都有黐咗一啲人物喺度，裡面亦都有啲人仔喺度有 animation。咁其實成個系列係想講啲乜嘢嘢嘅咧？呢個西洋鏡系列其實係想表達，即係喺反送中運動裏邊其實好多人參與嘅，即係除有老人家啊、學生啊、記者啊，咁甚至乎係有啲係唔係前線嘅，係後方嘅，就咁遞物資嘅，或者係貼連農場嘅。呢啲古仔咧，我有一次我睇到有一個係我叫佢做擋子彈大叔。咁當嗰啲示威者俾香港嗰啲警察攞支手槍指住嘅時候，啱啱就喺街喎，咁佢就即刻就去咁樣用個身體去擋住支真槍嚇。咁即係呢啲咁嘅好令人難忘嘅古仔，都好感動啊！對我嚟講，咁我就將佢用呢個黑膠唱盤啦，然後就將佢好似一個連環圖咁樣貼咗上去。咁當佢打開部機嘅時候咧，你望入去咧就會見到呢啲影像喺度喐，係不斷咁樣重複嘅，去做到一個好似偉大嘅一刻，感動嘅一刻係，但係就永恆咁嘅意思咯。所以有啲閃燈啊、disco 波啊，或者係一啲鏡啊，咁佢本身都好似係即係講緊媒體嗰個力量咧，可以將呢啲咁嘅古仔咧不斷咁樣重複去播出嚟，即係好似我哋當年2019年日日抱住個電腦啊、手機喺度望住嗰啲直播咁樣。另外，我自己有少少覺得睇到 disco 嘅時候係一個好似即係玩樂啊，或者好似喜慶啊 celebration 咁樣樣。咁究竟點樣可以將即係呢一種即係點解會有呢一種嘅感覺？但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話即係個抗爭好似係失敗嘅喎。咁點解又會有呢種 celebration 嘅
idea 喺裏面咧？我覺得當然話爭取咩真普選啊，或者爭取政治訴求嘅時候，有陣時會成功，有陣時會失敗啦。咁但係喺嗰個個人嗰個付出嘅力量去參與一件有意義嘅事嘅時候咧，其實佢唔會有失敗嘅，就係一種即係無悔、今生無悔嘅情況咯。即係就係真係有參與過，而唔係因為怯懦，因為各種原因就匿埋冇理個社會發生咩事。就算係失敗，但係其實都有參與過。咁呢一樣嘅情況就好值得去慶祝啦。就所以係好似一個宇宙咁嘅狀態，一種個人宇宙嘅狀態。跟住呢個宇宙嘅狀態，呢個個人嘅故事就閃閃生輝，對自己個人又充滿力量咧。人哋聽到都可以喺嗰度攞到力量咯。我諗呢一個應該係今個展覽裡面最大件嘅作品嚟啦。咁亦都即係用咗一段即係2-3日時間，慢慢即係雕花咁樣雕到咁樣樣。都想問一問呢一個作品係咩嚟，同埋有啲裡面有好多 meaning 嘅，我知道。咁都想知一知係咩嚟嘅。咁呢個叫做生神仙廟啦，就係一個關於可以問呢個政治問題嘅占卜嘅廟嘅。咁佢個玩法咧就係用一個龜殼，然後用3個銅錢咁樣搖3次咧，就可以攞到一個答案。即係裏邊有啲籤嘅，啲籤有64種唔同嘅答案啦。咁裏邊就會係一啲唔同嘅政治人物曾經講過嘅説話。咁呢譬如好似呢張啱啱攞出嚟嘅係李登輝講嘅。佢話：我唔係台獨教父，亦都冇從來主張過台獨。台灣並不存在統獨嘅議題，只係有左右嘅問題。咁如果係唔識睇中文嘅時候咧，仲有本解籤書咧。咁裏邊中英文都有，就去讓嗰啲觀眾可以問呢個政治問題，又攞到答案咯。咁佢頭先講得啱啊，即係呢個整呢個廟真係都幾困難，因為原本嗰個廟咧係大過呢個4倍。咁喺而家就喺台灣。咁嚟到嘅時候咧，就想即係仍然有嗰種好似神話啊，因為我哋嘅主題係關於呢種咁樣嘅傳說嘅概念。即係當我哋面對戰爭嘅不穩定嘅情況嘅時候，即係好多好擔心㗎嘛，即係會擔驚受怕。譬如好似中共要去攻打台灣或者烏克蘭嗰邊嘅戰爭咁樣。咁喺呢啲不穩定嘅狀態之下咧，我哋可能會求神拜佛啦，去問下前程。咁所以呢件作品就有嗰種概念喺度，就係俾咗一種答案俾你，讓你安心咯。可唔可以都講下點解會即係揀呢一份作品放喺呢一個 specific 嘅地方？其實我未知道做乜嘅時候咧，就當然睇下場地啦。咁Loretta 你呢邊嗰個場地，其中一個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呢個位啦。呢個位上邊咧就有一個好靚嘅stained glass 嘅天花喎。咁我望住呢個位嘅時候，我喺度諗，應該係咪應該擺啲特製一啲嘢喺呢個天花嗰度下邊咧？跟住我諗下就諗通咗啦，就覺得應該可能大間廟嚟嘅。咁你睇到後邊呢個貼紙咧，就係佢原本間廟咧就咁大嘅。咁當時就擺咗喺中正紀念堂嗰度展出過。咁大間廟要運過嚟海牙就好貴啦。咁所以我就決定咗，可能就做一個相然後咧就一個大海報。咁睇落去咧，同個透視圖咧就同呢個天花就好夾啦。然後就係做一個立體嘅廟仔，即係將呢嚿大廟咧就縮咗去細廟。咁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就產生一種透視嘅感覺，又有嗰種氣勢啦，同埋又有嗰種好台味嘅感覺咯。想問一問咧，因為其實我哋個 gallery 就有2層啦，咁樣。咁連接中間就係呢一個樓梯。咁其實本身個樓梯都好窄嘅。咁然後我見到你又放咗一個即係好似軍用嘅網咁嘅東西，又同埋有紅色嘅燈咁樣。我見到啲人都幾即係 impressed 嘅喎，對於呢一個空間，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係啊，因為下邊個畫廊就係一個 white wall gallery 啦。咁我上到上邊咧，我其實係想講
一個專題嘅關於台灣面對中共軍事威逼嘅作品嘅。咁我想有一個好似一個 transitional space 咯，即係一個轉換嘅空間，即係由地下嗰層上到去上面嗰層咧，係要透過一個好似一個隧道咁嘅狀態。而呢個隧道咧就係當然係一個迷彩網嘅軍事化隧道啦。咁呢一樣嘢，我覺得係歐洲嘅觀眾都會感受得到，因為即係俄羅斯侵略呢個烏克蘭，而家有可能會甚至乎進逼呢個歐洲其他國家。咁所以嗰種忽然之間要面對呢啲紅色嘅燈啊、軍事網啊，咁都令到佢哋有一種反應嘅。我覺得都幾到題嘅。不如我哋上去睇下。今日上到嚟2樓，咁我都想知道即係呢4個咁樣嘅軍用嘅箱，咁其實裡面係咩嚟咧？同埋上面呢一幅即係又係咩嚟？同個箱同埋上面嘅作品有冇關係嘅咧？咁呢啲箱咧，即係睇落去係好似子彈箱咁樣啦。我都喺台灣嗰度買到嘅。咁其實佢係裝一啲軍用嗰啲夜視鏡咧。咁我就覺得佢哋好吸引，就買咗。然後咧，我就喺呢個箱裏邊咧整咗一啲模型嘅裝置咯。即係我細個好中意砌模型嘅。咁都係離唔開軍事坦克車啊，或者係兵仔啊咁樣樣。咁有一次喺台灣去呢啲模型鋪嗰度咧，就見到佢竟然有得賣咧媽祖咧，即係媽祖係即係台灣一個即係嗰啲宗教拜嘅神啦。咁係攞住碌反坦克炮喎，咁所以我就覺得好神奇嘅，即係因為好有台灣嘅感覺，即係台灣係一個充滿咗呢種咁嘅宗教信仰嘅地方，但係同一時間又同軍事即係拉上關係咯。咁然後我就喺啲鐵箱出邊咧，我就鑽咗啲窿仔嘅，咁你就可以即係望入去裝入去嘅時候咧，就會見到一啲唔同嘅景象，例如好似呢一個國軍喺度檢查緊呢個媽祖機械人咁樣樣，或者係後邊呢啲咧坦克車大炮，跟住前邊有一個女人喺度曬緊太陽，或者好似呢一個島咁樣樣，上面就有個士兵然後就有嗰個台灣旗喺度，咁讓大家喺呢個充滿咗有台灣感覺嘅房間裏邊，就有一種壓迫感，但係同一時間係一種偷窺咯，偷窺翻即係喺台灣面對呢啲軍事壓迫嘅時候一啲反應咯。咁你見到呢件衫咧，其實係真正嘅台灣軍服嚟嘅。咁呢度有個名寫住任何人，即係代表咗任何人都可能要去捍衛台灣啊。咦，你講起台灣，你過咗去幾多年啊？我2021年過去嘅，咁22、23、24、25、26都已經5年啦。都5年咯，咁呢5年喺台灣嘅生活係點樣樣啊？好好啊，台灣生活初有啲唔習慣啦，跟住但係過咗2年之後都開始習慣，咁而家都5年啦，咁其實係已經台灣是我家㗎啦。但係喺嗰個過程嗰度咧，好有趣嘅地方就係，以前喺香港就可能唔需要知道咁多地緣政治嘅問題啦。咁但係台灣嘅生存就好多時係要知道多啲，例如美國發生咩事啊，或者係我哋嘅軍備點樣樣啊，或者係中共點樣去嘗試去滲透台灣啊咁。所以喺嗰個生活裏邊，如果相對翻喺香港嘅時候，就會知道多啲呢啲政治嘢咯。咁但係當然言論自由啊，好開放啊，咁亦都唔使話擔驚受怕咁樣樣。我覺得係非常之適合我。呢度就係我哋畫廊2樓嘅 Media Room 啦。咁即係我邀請你嘅時候，都有特別同你講到話有呢個咁嘅地方。咁你好快就話俾我聽，其實即係你都想做一個黑白嘅電影院啦。其實裡面係播緊啲咩嘅咧？就係播我過去拍一啲黑白嘅片咯。即係譬如舉個例，每年6、4咁樣，有陣時佢就邀請我拍一個MTV 咁樣樣，跟住有陣時我喺台灣嘅時候咧，見到一啲奇怪嘅地方，例如台
台灣嘅慈湖嗰度有一個地方係擺咗300個呢啲蔣介石嘅雕塑嘅，咁我又去拍一套鬼片咁樣。咁我後尾見到你有個 media room 嘅時候，我就睇翻我可以有啲咩播咧，跟住我發覺拍埋咧，我有成10套片喎，咁就全部都係黑白嘅，咁就好有一種超現實電影院嘅感覺，就好似嗰啲實驗電影咁啦。咁就所以就想做一個抗爭嘅關於抗爭主題嘅黑白片電影院咯，所以就有呢個Resistance Cinema 出現咗啦。我都聽翻其他人個評價都真係幾好喎，同埋有好多人其實都坐定定睇晒，即係雖然每條片都係可能3-4分鐘或者有啲長啲啦，咁都睇晒成30-40分鐘咁樣。其實我好中意啲片係唔好咁長嘅，我驚太長戲咧悶親自己或者悶親啲觀眾，咁所以就盡量好短去做，就好似一個引子咁樣去啟發你去幻想咯。今次其中一個最特別就係我整咗呢啲電影海報啦，即係你身後邊呢啲。咁其實我自己之前咧，即係就係咁拍咗啲片都係冇電影海報嘅，但係就今次整咗出嚟咧，就即係俾人一種即係好有電影感嘅感覺。我覺得效果都幾好，即係所以喺呢啲電影海報啦，同埋亦都有啲咁嘅解説啦，都花咗好多心機去寫呢啲解説。譬如好似呢一條片叫做願榮光歸香港，咁我就係我喺景美即係人權博物館個監獄裏邊喺台灣，就攞住個手風琴彈呢個禁歌啦，就係願榮光歸香港。咁但係對歐洲嘅朋友可能佢又唔係好了解首歌嘅意義啦，或者係香港政府嘅打壓啊之類。咁寫咗出嚟咧，就可以有一種教育意思啦，即係啲觀眾睇咗之後，佢就知道原來即係佢係佢個潛藏嘅意義咧。再加上佢個美學啦，即係就好有一種即係力量咯，我覺得。咁啲觀眾如果想睇翻啲片，係咪你個 YouTube 都有嘅？其實我 YouTube 都有嘅。咁同埋我哋會整咗一個成個展覽咧，都整咗一個係 3D 可以自己喺個電腦度行入去周圍望嘅。咁可以用以下嘅呢個 link 咧，就可以睇到㗎啦。多謝晒 Casey，多謝晒你邀請我，拜拜。